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看顾我们的每一天，让我们在当中能够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敬拜。今天6月14日，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愿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愿君王就在这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美好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地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地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在这里，大能彰显这地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。
直到那日，我再见你一面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，光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着你，有赐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着你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。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大能彰显着你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，和散那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，你在当中设立宝座，你的宝座在这里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敬拜；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荣耀赞美主你的名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恳求你就在当中来带领我们。主，你就在这当中，君王就在这里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欢然献祭；来到你面前，来欢呼，来敬拜。
主，你就在这当中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所处的这所有地方，来大显你的能力，让我们更多的高举你的名，更多的来呼喊你的名，承认你是主，更多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的灵就在当中带领我们每天的敬拜。感谢主，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14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2章第12节到第22节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12节到第22节，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可是这般人像野兽，生来就是要被捕捉屠杀的。他们凭着本能行动，毁谤自己所不了解的事，他们将像野兽一样被毁灭。他们制造苦难，必然自食其果。对他们来说，所谓快乐，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满足肉体欲望的事。他们污秽肮脏，他们跟你们同桌吃饭，始终以诡诈为乐。他们好色的眼睛专看淫妇，犯罪的欲望从来得不到满足。他们诱惑软弱的人，他们的心习惯于贪婪，他们是被上帝诅咒的。他们离开正路，走入歧途，跟比尔的儿子巴兰走同一条路。巴兰贪爱不义的钱财，因为自己所犯的罪受了谴责。那头不会说话的驴，竟发出人的声音，阻止了先知的妄为。这些人像干涸的泉源，像暴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已经为他们在黑暗的深渊里留了地方。他们说狂傲愚蠢的话，用肉体的情欲诱惑那些刚刚逃脱生命糜烂之辈的人。他们答应给人自由，自己却做了腐败生活的奴隶。因为人给什么控制住，就是什么的奴隶。如果人借着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，从这世界腐败的势力下逃脱出来，以后又被抓去被制服，这种的结局比先前的更坏了。他们知道有正义的道路，竟又离开他们所承受那神圣的命令。这种人不知道有正义的道路刚好倒好。俗语说得对，他们的情况正像狗回头吃它吐出来的东西，也像猪洗干净了，又回到泥沼里打滚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2章12节到第22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其实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以前到现在，都有许多的假先知，有许多的假教师，有许多人所说的那似是而非的话，或者是有很多的幌子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真的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当中。因此，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看到，在我们的身上里面，我们去经历了什么。其实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也可以去思想，究竟上帝在当中在对我们说什么？其实我们有没有更多的着重在上帝的话语，还是在当中只是经历了某一些人的话语而已？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，究竟我们是不是成为那假教师？是不是我们在说的都只是自己想要说的？就像昨天在分享一样，其实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，不仅是牧师，有可能很多的小组长，或者说在教会弟兄姐妹或长子，其实讲都是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是很多以前的观点。那个观点，我所谓以前的观点是，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或者说很多传统过去台湾传统的那些想法还在这当中，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带有这许多东西？但是基督的想法、基督教的信仰，却是对你来讲占了人生当中这一小点。当你分享了很多，但是你所讲的都只是那么一点点而已，因为你认识的也没有很多，所以就有很多人的想法，很多这世界的想法在做分享，讲得好像很有道理，但却都不在于上帝的心意里面。所以这边在讲那些假教师、假先知，这边讲到说，这班人像野兽，本来就是要捕捉屠杀的，就是要被捕捉屠杀的。所以当中他们凭着本能行动，毁谤自己所不了解的事，他们像野兽一样被毁灭。所以像这样子，在讲很多自己不了解的，也在攻击自己很多自己不了解的。所以当中到底在讲什么？其实会发现很多是这样讲了很多似是而非，用了很多这世上的小学，也就是这世上的学问，在诠释上帝的话语，但他却没有真实的了解上帝的话语。甚至有很多人在诋毁教会，诋毁这许多的事情。也因此我们看到这太多的事情在发生。这边说他们将像野兽一样被毁灭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生命该要怎么走？也期待我们不是讲了一堆不合上帝心意的话语，而是我们要真实的进到这当中。他们讲了很多，制造了很多苦难，但是必然自食其果。其实有许多人都在这当中制造了许多的苦难。其实有很多人制造了许多的苦难，然后跟别人说你就是要受苦啊，或者跟别人说他就是要受苦啊。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别人应该要受苦啊，但是就不是自己。而这些苦其实可能不需要出现的，因为是他们制造的。而这样的苦难在哪里？有可能在我们的一些话，有可能我们制造了一些情境。是不是常因为我们的一些话让人家跌倒？所以也就是如此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就陷入在当中。当你在说许多闲言闲语的时候，当你在道人是非的时候，当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，是不是自己在制造许多苦难？
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制造了很多的框架，而这样的框架是以你为主，是不是你也在制造许多的苦难？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回来再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究竟你是在制造什么？你是要形塑出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，还是堆摊在别人头上？是在制造许多苦难，是在损坏别人。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制造苦难，必然自食恶果，自食其果。对他们来说，所谓快乐，便是在日光之下做满足肉体的事情。他们污秽肮脏，所以他们照着自己的性子，他们照着自己的想法，照着这当中去做这许多的事情。其实，当我们也回来看，这种在日光之下做满足肉体欲望的事，相对于另外一群人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，不是满足自己的肉体私欲，而是体贴圣灵。这两个是很不一样。所以这些人他可以吃得很棒，日子好像过得很好，但他的生命终将进入那苦难，进入那上帝的惩罚当中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这些人他们所带来的是别人的苦难，好像他过得很好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尝试如此，看到很多人过得很好，然后就很生气；看到别人好像过得很好，就会觉得是不是要跟他一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挣扎，看到别人过得很好，但是真的过得很好吗？这边说所谓的快乐，便是在日光之下做满足肉体欲望的事，满足自己口腹之欲，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，满足自己的许多的欲望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他所谓的快乐是满足了这些，而他要满足这些，是不是也会做许多得罪上帝的事情？这边说他们污秽肮脏，他们跟你们同桌吃饭，始终以诡诈为乐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好像过得很快乐，但这边讲到说他们污秽肮脏，所以他们心里面是肮脏的，是污秽的，所以这边很自然的会以诡诈为乐。所以这当中，第一个是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如此吗？你是不是也是同样在制造许多的苦难给别人，说了很多损人的话，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让别人陷入在那苦难当中？是不是也很像以前的布袋戏在说的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陷入在这样当中，看到别人失败就是自己的快乐，踩着别人的头颅往上爬才是自己的快乐。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你说到是另外一个，帮助别人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？当我们在说要彼此成全的时候，也就是要成全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成功，让他们成长，而不是只看到别人失败成为自己的快乐。许多人都是这样子，让别人失败好像自己成功了，看到别人失败好像自己比较厉害。所以有很多情境都会听到别人在讲那些，就会发现其实人都在争竞当中，都在比较当中，见不得别人好。但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是不是要祝福别人很好，也在当中相对的祝福自己？就像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，跟他说：“你进到每个人家门的时候，就祝福他们；
如果不配得的话，这些人不配得的话，那这祝福就回到你这当中了。所以就是如此，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，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，而不是希望别人失败，而不是要制造这许多的苦难。就像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绘本一样，坏心情。有一个人，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心情不好，所以他就对所有人生气。到后来到傍晚的时候，他心情好了，但他却发现每个人心情都不好。而在当中自始至终发现的是，大家的心情不好是因为他在那一整天当中惹怒了许多人，他在当中制造了苦果，制造了苦难。所以这整天下来，到他傍晚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，他却发现每个人心情都不好，每个人都对他生气。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也就是如此自食其果。因为当他不开心的时候，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也制造了许多苦难，做了许多事情满足他自己的肉体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想到自己，或者是也可以想到许多的人。这当中或许你们可以在一起，但是那些人始终以诡诈为乐。现在应该也可以看到许多的短片，这些短片也带出来某一些的诡诈在当中。一群人吃饭，然后到要付钱的时候，他们做各种的设计要让别人付钱，各种的设计想要自己付少少的钱，然后也可以占别人的便宜。所以当中不就是如此吗？我们常常是经历这样的事情。那你是这样吗？也在这样诡诈当中吗？这边也提到说，他们好色的眼睛专看淫妇，所以在他们生命里面陷入在那个境况当中，犯罪的欲望从来得不到满足，因为达到这个就想要继续往下一个。当你有第一次说谎，第二次说谎就不难了。当你有第一次诈骗，第二次诈骗好像就不难了。当你犯了一次罪，犯了一次错，第二次就不难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好色，他们有犯罪的欲望，甚至也诱惑那些软弱的人，他们的心习惯于贪婪。所以我们也常如此，去攻击别人，然后去影响别人，然后从这当中来得利。他们是被上帝诅咒的。所以这当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其实有很多这样假先知、假祭司、假教师常是如此。其实他们的重点是什么？他们要自己得利，他们要自己享受在当中。因此也让我们看到你的生命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命？是不是让你的生命过得更好，而在当中去损害别人，让别人受苦，让别人进入在那苦难里面，然后又回来想说啊，你就是要受苦。就像有些人就会觉得啊，牧师不是就是要受苦吗？不是被上帝呼召来的，就是要受苦。其实很多时候事情不是这样说的。在当中，如果前面彼得也讲过说，如果当你为上帝的义的话受苦，这是应该受祝福的，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错来受苦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来看，当我们自己要受苦，其实有什么困难呢？但是当这个苦是别人刻意加给你的，他自己一个也不愿意担的时候，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思索，究竟这是怎么样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心习惯于贪婪，他们是被上帝诅咒的，他们离开正路，走入歧途。这边讲到说，巴兰就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想到以前列王记里面在讲到这巴兰，或者说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个先知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如此，在我们当中也是会看到这一些。当他犯了这样罪，
当他犯了这样的错，上帝要惩罚他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即使是先知，也可能贪爱着不义之财，有可能先知他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心意，但是他依然要去做，因自己所犯的罪受了谴责。那头不会说话的驴进来发出人的声音，阻止了先知的妄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甚至在骂那头驴：你这是故意要让我受伤吗？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头驴是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也要救他的生命，所以做了这些举动。他也是要闪过去，不让这先知巴兰被上帝的天使、被上帝的使者杀死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当中，然后怪罪别人：你怎么这样做？你怎么样那样做？但是却没有想到，人要把你带回来。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要把人带回来，当我们要劝诫别人，在教导的时候，那些人都觉得牧师又在找我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当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人家都觉得你是不是在找我麻烦？我很烦欸，这个人一直在找我麻烦是怎样？怕我比他好吗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对巴兰来讲，这头驴一直在找他麻烦，甚至他拿刀想要把驴杀了。他继续讲到说，这些假教师像干涸的泉水，像暴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已经为他们在黑暗的深渊里留了地方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，他里面没有生命的泉源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生命的泉源不在他生命里面。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要更多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的话语让这样生命从我们出来？所以这当中，如果你没有真的去连接上帝，没有让上帝供应你的生命，没有让上帝来带领你，很容易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枯干了，而你所带出来的就不会是一个有生命的话语，你所说出来的是很生硬的东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每天灵修，当我们每天进到上帝的话语，跟着这些来走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越活越漂亮。当你的分享也会一直成长，不会只是限于在那些字眼上硬是要去解释它。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分享，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到都很生硬，因为他是要硬解释，他要讲解它。但是有些人所读的经文真的是很棒的见证，因为这当中都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反省，去分享出来，这是他真实的领受。他有很多学问知识，他也有很多的行动力去实践出来，他也有很多的见证在他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当中可以看到，这些人像干涸的泉源，像暴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些地方，在黑暗的深渊里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会想到以前开玩笑的话语，但是也很深的提醒。以前听的时候都很开心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念神学院，那时候也想听很多牧师或长老，也不是很多牧师长老，是很多长老在分享。当然这也是很多牧师所讲的，第一黑噜噜专关丁乐嘎宝书，就是在这样黑暗深渊里面，专门关的是谁？是那些没有照着上帝话语来讲来做的这些教师。所以这些人是谁？也常常是牧师长老。所以在讲到说，有很多人知道很多，但他不去做，他要求别人去做，但是自己像耶稣在讲的法利赛人，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愿意动，但他却叫人都要去做。所以上帝为这些人预备了一些地方，在黑暗的深渊里，他们说狂妄愚蠢的话，用肉体的情欲，
诱惑那些刚刚逃脱生命糜烂之辈的人。所以他们做坏事，包含在教会，包含他们这样带领人进来。有没有看到我们之前的新闻里面？其实有时候会发生，新闻里面会有一些教会的新闻，讲到说，其实不止教会，可能在基督教会、天主教教会，甚至在庙宇，在许多地方会有这一些人发生，就是他们在当中行淫，在当中去诱惑其他的人，跟他劈腿、外遇等等的，把人带进来，但是却教他们另外一套。所以在其他宗教叫双修，在当中，其实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甚至进来的时候用很多框架框住他们，你要去做什么，你要去做什么，你要奉献多少钱，你要怎么样。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为了自己要满足，所以用很多的属灵的语言去辖制这些人，你们要为教会奉献，你们要为着谁怎么样。所以当中用肉体的情欲诱惑那些刚刚逃脱的人。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、假教师，甚至这样的牧师长老，大家要注意。当我们没有真的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真的会被这些诱惑走，会被这些欺骗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，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，我相信未来还是会有，因为这样的人依然会出现。所以当中他说，答应给人自由，却做了那腐败生活的奴隶。其实也是如此啊，常常我们都会说信主得自由等等的，进到教会里面来得到自由啊，有很多美好的生命在当中，但自己却陷入在那当中。其实带领人要怎么样要进到这金钱的生活，但自己却陷入在某个辖制里面。这样辖制是什么？有可能在某些钱财当中，有可能在某些游戏里面，有可能在某一些情况当中，你在追逐什么？所以这当中有很多 YouTuber 在他们讲，有很多的牧师，他们非常有钱，但他们钱从哪里来？他们在追求的是什么？他们办了很多特会，办了很多的聚会，是为了赚钱，还是为了得着这些人的生命？也在国外，在国内有很多的牧者在两性关系当中犯罪了，其实也都一直有，甚至有些人他控制不住。而这样的事情虽然都提到牧者，但是在长老、在执事、在弟兄姐妹身上，也可能常会出现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把人引进来，但是我们却陷入在那些捆绑当中吗？所以这边一直在讲的是那些假教师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只是要满足自己，但他们真的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吗？他们有真的先到上帝的面前吗？所以这当中也在提醒我们要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就像之前有几次在分享说，耶稣所讲的大使命，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先领受，先去遵守，然后把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也教导他们，也让他们去遵守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有人借着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从这世界的腐败的势力下逃脱出来，认识耶稣基督，然后逃脱了出来，得着了自由。但是有没有可能之后又被抓去被制服？这样的人结局比先前的更坏。这也很像耶稣所在讲的一个比喻一样，当一个人他将他的生命清理干净，但却没有把上帝的话，没有让耶稣住进去，之后有更多的鬼住了进来，他的情况比之前的更糟。
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就是如此，来了教会，然后后来就觉得教会又没什么，就这样就走了。有很多人信主，但是只想要来受洗一下，然后又走了。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，要得着自由的在当中，却又进入到那更大的捆绑里面。他们知道有正义的道路，竟又离开他们所承受那神圣的命令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可惜，有这样的人又离开了。这种人不知道有正义的道路道好。对啊，如果要进来又这样走了，他说倒不如不要进来。这样他不知道就不会得罪上帝，就不会陷入在那当中。所以就很像是这边讲到说，狗回头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，猪洗干净了，又进到泥沼里打滚。所以这一些假教师会不会是如此？当他们领受到福音的时候，觉得很美好，但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敛财，去得着自己的利益。这不就是跟这些讲的一样吗？又回到过去，没有真实的让上帝来帮助他，没有真实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怎么样来走？当我们面对这许多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些？我们看到这许多假教师让人掉得更深，好像要让人得着了恩典，好像要让人得着了这样的自由，但这当中却又让人陷入在那更不自由当中。所以让我们去看到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假教师一样，讲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，只是为了得着自己的利益，做了这许多的事情，但是却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要让我们更深的去领受。我们不是要去批判这许多人，但是我们却是要明白，我们不要陷入在那里面。或许我们会觉得，好像牧师、长老、执事这些承受了很大的责任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，但重要是我们要让他们生命得着救赎，让他们得着这样救恩，让他们得着祝福。但是我们常常很多人会常把这些当作一个桥，去得着自己的利益而已，让众人重视他，让他能够得着某一些利益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，很多时候都会说啊，他不也是基督徒吗？他不是在教会服侍的吗？他不是教会里面的什么职分吗？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？当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甚至有可能也要去劝勉他。在许多教会会请这些人先放下你手上的东西，就像我也跟一些人挑战一样，不要先想要做什么，先把你的生命调整好，先把你的生命调整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一些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进到这里面来看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，让我们不是用话语去欺骗别人，去影响别人，也落入在那罪里面。就像我们在看列王记里面讲的，这些王做了上帝看为恶的事情，不但自己犯罪，也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上帝的面前，透过今天的经文去思想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，上帝要你做什么。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，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要为着许多我们的认识人来祷告，帮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同在，经历主你的恩典，帮助我们的牧师，帮助我们的长老，帮助我们这许多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当中不陷入在这假教师的境况里面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上帝国的利益；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这个人的利益。让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福音来传扬出去，来带领帮助许多人得着了救赎，让他们在当中得着了自由，在福音里，在基督里得着了自由，让他们在当中从我们身上去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不再只是看见了这许多的问题，而是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当中去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软弱，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去看见上帝的大能，主你在当中的带领与帮助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牧者，将我们的长子，将我们的同工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到你面前，天天的领受你的话语，将自己摆在主你手中，让主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在当中跟随你，让你来带领我们，不再是照着自己的肉体欲望，而是照着主你交给我们的使命来往前走。感谢主，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教会，你所祝福的教会。也愿这许多身体有病痛、生命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你都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，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主你的赐福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愿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主赐福于你。